任的分享那第一位是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的王圆圆主任好，圆圆主任。嗨，所有小朋友好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的主任王圆圆。大家有没有困去呢？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是全台乐龄学习中心之中唯一以台语的专业通过申请，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是台语教学就是我们的特色。好，再来，我们中心呢是下一张图，中心是团队的经营，不是我个人的。好，再下来就是要讲中区乐龄学习中心成立于103年，5年后的107年，非常荣幸，泰国呢，他们也要成立乐龄学习中心。这时候呢，他们就教育部率员指定来台参观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他要来取经虽然语言不是很通，可是有翻译他第一句话问我们的是参加这个乐龄敢卖客气我们实在觉得无比的光荣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张图再下去，因为这有文字，你们可以看到再下来有文字的我们就让过教过下一张。好，再下面一张。好，当然每一个中心下去再上去，中心都有它的愿景跟目标，所以呢，大家的愿景都写得很好，也做得很好。乐龄学习老青春，欢喜就好边学分，出门上课日黄昏，增长知识甲子孙，课程实用真有效，当冲互相友谊交，喜乐分享奖金后，日子好过不知老。这些文字呢，线上伙伴你们就可以看了。好，接下来要说的，好，我们的中心拄则就讲嘛，就是闽南语教学嘛，就是现在的台湾台语，它有多美，有多水呢？所以咱的子孙当然要怎么样？学习者有兴趣。那么为了要落实本土的教育，达到传承文化与生命的传承，我们就开了非常多的课程接下来我会一一的说明。那我们的特色呢，接着我也会说到台湾台语的朗读，台语的教学老师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好，下来要讲的，好，因为我们的学员，每一个中心的学员都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因此我们需要照顾，对吗？我们要让他们有信赖，让他们不害怕，让他们不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担当，有责任所以这个团体呢，在个人团体的成就上，我们慢慢说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好，回放下面呢，好，这张图这张图看起来你们就知道创造包容性、开放学习的环境，这是我们所必须的。也就是说，要多元化的学习，要相互的鼓励，要营造友善的气氛，这才像家，像一个乐龄安全的地方，对吗？好，再来这一章要告诉各位，也就是说，只要辅导团，也就是我们的暨南大学的这类话，要培训真人讲师、核心讲师，我们从不落后，一定是冲第一的。从图像上看来，哇，刚才的洪基教授就在上面那103年我们开始承办，104年我一出门
全部全员总动员，就是我们的特色。好，接下来下一章要说的，又碰到洪基主任，你哪校园啊？你有可能我就是最佳支持者。好，接下来要说的，好，再来要说这个课程，大家就更知道了。我们的学习既然是多样化，而且55岁来这里正是壮年代呀，当然要让学员有所收获，让他们能斜杠人生。因此呢，我们会培训很多的讲师，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如果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大家就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当然我们更注重是团体学员的性别平等，也就是说，如果呢你是常年做相同的事，那么你就是专家，是吗？因为有专业不能守成，所以我们中心每年都会邀请警察、律师来进行防诈骗这种宣传。就是因为这个机缘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学员将被诈骗的65万全部追回来。那是好几年前了，他是被骗要购买那个灵骨塔啦，纳骨塔啦，所以65万全部追回来。还有一位是碰到的是国外的婚姻诈骗团，30万先3个月后退回，那100万我们把它挡掉。这要感谢的就是警察大人这警察先生实在很伟大。再来我们有邀约的就是医学方面的讲座，你不要看医生魅力可是有的帮助我们学员发现乳癌，能够及时开刀，到现在依然健在。伙伴们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有感动？我们是不是有难忘？我们的学员非常感激呀。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我们的主题是台语教学嘛，以前是闽南语，可是现在立法通过国家语言就是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语、台湾手语，还有一个是闽东语，也就是妈祖语。这些语言在国中小通通必须修，也就是学习啦。因此呢，我们就要培训了。那我们的教学到底特色在哪里？譬如说你来吟唱唐诗或者是诗词，用闽南语来讲来朗诵，它是有押韵的非常之美。那歌谣方面的课程教学，单单唱歌不稀罕啦。好，伟峰可以放下面的3块和3块，然后呢，我们就要预防失字了，对不对呀？好，不但是这样我还会进一步带领着我们的学员志工团。我先瓦进我们用讲的我们的学员志工们，我们会深入民间，到社区，到医院，我们要去表演，甚至呢，我们站上舞台参加活力秀比赛。反正有舞台就有中区乐龄学习的足迹，我们会将台语的特色展现无遗。同时在疫情期间，我们配合台中市政府做防疫宣传的影片，为了要推动我们病人自主权利法，我为卫生福利部拍摄了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台湾台语教学影片。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去
曲看啦哈，这个没版权的哈，放心。好，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下面好了。下面再来要介绍的，这个就刚才的影片哈，我们是有影片做记录啦哈，所以听的不如用看的，那听看合一是最好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张相片看起来哈，在滑动它哈，就是在每年的元宵节过年之后呢，台中市台语文化协会结合台语文化协会就会去到处去公庙、去公园办这个叫什么庆元宵、庆元宵，然后得奖品哦，这是阮当年做会到的，嘛是大家欢喜做的，就是呢大家共同来这个地方欢乐无比。好，这个的推动哦，不单单是我们啦，就是结合社区的服务啦，所以这个叫庆元宵台语猜灯谜的康乐晚会。你们要来参加吗？明年我们一样会办哦，期待你们的到来。好，下面要说的，好，这就台湾台语，你们看到的是我们有培训到哪里设摊，需要我们的。下面右手边下面这一张就是我们开设的讲古比赛。讲古比赛当然从国小幼儿园一直到国中大专，或者是社会人士、年老的、年轻的，通通都有。这一群是我们那一年办的，我们的学员得奖，肯定他们。所以呢，我们把台语教学教好了，让他们发挥，让他们去设摊，给大家来玩我们的文化游戏。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成型的，一只鸟成不了鸟群，一朵花成不了一个花园，所以我们是集体行动的。各位，我们真的实际上在做哦。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就是台湾的台语朗读教学，我们会常鼓励我们的学员读到一定的程度，你有这个技能了，我们就来参加每年度教育办的语文竞赛。今年我们参加台中市的语文竞赛，有5位的学员入等哦，即席演说跟朗读通通入奖。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学员激励他，鼓励他，他们就会充满自信，发挥才能，这也是学员们的最爱。好呢，这个国外都来参观的哦，我们到那里去做什么表演啦？那火车站呢？100年的纪念再见，我们也要该脚。这不是我要去就能去的呢，这要公家单位的邀请。那下面就刚才说的是活力秀的参赛啦哈，总共起来，我就是一直在整合组织，在人力方面透过分组的课程企划、行销、志工的管理与行政的管理，将我们志工人力做妥善的规划，各司其职。除了这样，中区乐龄最大的目标，也就是让我们的学员在我们的中心快乐学习，尊严友善周到，整合内部外部所有的资源，大的运用效能。台中市中区乐龄学习中心11年来经营团队主要呢，我们是以台中市台语文化协会为主体，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提供我们的长者丰富又专业的课程，我们会适时的参加。也就是说了，只要有研习有真能，我们绝不落等后。那核心课的讲师，我们几乎全员都有。那志工的培训呢，
我们也不落人后。所以呢，我们跟很多的合作机构都有很良好的互动。这一张图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公共电视台台湾新眼界的节目，他们电话一来，我跟学员说我们要参加吗？他们说要啊，这个机会难得呢，上公共电视啊，所以我们也来参加一个谈话性的如何振兴我们的台湾台语。那上面右手边上面这张图，也就是我们组队将学员参加有一个叫全家有智慧哦，他们派了5个台语的主播来跟我们对打。我赢了吗？是赢了，300块的奖金入袋。可是以后再讲了所以呢，这个善用外面的资源，团结里面的能力，我们的中心办起来是恰到好处而已。好，下来总归一句话，我呢是将我们的乐龄承办的学习中心当作我今生的志业在经营。最后，我要感谢台中市政府这11年来始终如一的指导与支持。当然，我也要和今天所有的伙伴们，我们彼此打气，我们相互鼓励，好让我们共同走这条有意义、有价值的路。点讲，安尼刚好，让咱的乐龄学员快乐、甲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不是咱上特别爱做的呢？请问，线上的朋友，恁敢有要甲我建议一下？如果若无，我要来甲恁先拜一个年。明年呢，就是小龙啦，所以小龙贺年，小龙逐年大吉祥，万象花春生吉强，钱水把楼卡手香，一日进财胜兵祥，新年贺喜福禄寿，祝恁事业有成就，打拼成果好享受，平安喜乐遍宇宙。亲爱的伙伴，大家好，中区乐龄学习中心上爱甲恁来交陪，阮的学员心血好做伙，欢迎大家来相吹。最后建议，当然阮尊重多样化，阮的互相合作，阮嘛持续坚持行这条一直要行落去的路。今仔日非常感谢恁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栽培。最后，我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平安。再会。好。时间刚好，这个有这个影片，要跟大家讲就刚才办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这个影片可以给长者看，非常值得的最后下面的一页，这个今天就不看了，因为时间到了嘛，对吗？对。好，那下一页我就停留在下一页，跟大家合照一张。好，这是我们的粉丝团这个就是泰国来的好，在下面一页停留在最后这一张，我们来截图一下，跟各位加一个好朋友，安尼好吗？好，拜托恁开镜头，我甲恁讨呢，来，有开镜头无？大家来啊，拢无甲我看着，恁爱你我就无看，人就查条的笑眯眯，今仔日就欢喜来，不要打字这样，我们要截图了，伟峰截图了没？截图。今天非常高兴，感谢你们给我时间，
感谢你们对我的聆听，非常谢谢。